继续关心经济，来看中经院上新的预测，这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是2.71%，2025年规年可能会有5.45%。若最近中国封锁稀土、半导体，敢会真侪美中谈判考子啊？这是各界拢关注的重点。2025年第四季受到对顶关系甲贸易战的影响，全世界经济体质正受考验。中经院17发上新的台湾经济预测，初步估计第三季经济成长率5.82%，第四季期较悬，经济成长动能放慢，大约是2.71%。规年的成长率5.45%。的这个全体的这个外销订单的年增率呢，还有19.51%。那其中呢，这个电子产品的个年增率呢，还有将近40%哈，39点多。显示说至少电子产品呢，在未来的2到3个月呢，出口应该都还是维持高成长。学者认为，所落来成长模式是内外拢温和，因为国际上无确定的因素抑阁真多，尤其最近中国宣布管制稀土，美国也提出反制。大家担心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互人摕来做谈判的条件，不会像各位想象的一样，就是说很快的就有结论，然后大家都皆大欢喜。台湾自己的产业要有信心也就是说，并不代表说，其实我们到别的地方投资，就代表说我们对于这些所有的整个产业的技术的掌握就会流失。第17台股开价行价，早盘上价报到27351点。台积电业务延续前一天发射会起的行情，开盘盘30块，上价8盘到1450。在国际上多种利空的因素影响，大家这卖态度拢是观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